故事出了15岁，到了法律12年，11个初岁，还有苏州三头到大水分批。那么个开店当老板，姓王叫王先王是官，在苏州部门外头就12岁。哎，看这个假头有个小姑娘的12岁。哎呀，这张面孔的标志啊，送来份可见，一当天嘛，部顶部门外头有啥顶？上你们来讲我谁多在谁知这个能？哦哟，最讲我里向有这样漂亮个姑娘啊！可是要弄大水的，这种最讲嘛呀，那就好的了。为得我里向，马上就怕用人什么去谁多少，谁吃最说的嘛谁没那酒精呀？那么用人出屁的去什么，总是那个最讲我谁多少身上。那么大门外头还得等一等啊，谁多少今年53岁。那么隔壁嘛店档，还他妈市场房子，那么用人到里向去并了呀。跟老板说还来张望给的。王是个徽州人，要用人打到里向嘛，冰冻个。说的，谁多少来的？又来了。啥个么戏啊？啊，县大早是哪叫啊？不叫你谁多少么叫你少的？个县大早那个暖肚姑娘配不是阿个，就是阿个个长命阿爸。我你的愤怒能配不来啊，不好叫县大早个。可不叫你谁多少么叫你上呢？应该叫老先生个县先生。对个对，那么老先生来的，老先生、县先生在那大门外头。哦，县先生来着。来着。那么领导，来呀，开春门是哪里出去是老先生的？是的，隔壁店档，还到是落手头上门呀，上门开。东高出去在，王先打到外头一看嘛，谁都在厉害了嘿，介绍店里忙啊，会得散出来的呀。最讲我多在开，啊，可张样个男为是很漂亮，也真相互上的。这个老先生的上头啊，那里徽州人往里嘲讽，那里现在老先生唰啦。你是帮地，你的为啥过的呀？你是来你那边？你耍我是吃啦。这个老先生，苏州人说起嘛，亲在。哦，苏州人拍的嘛，亲在。俺的徽州人讲起嘛，唰啦。哦，苏州人嘛，亲在，你都徽州人嘛，讲唰啦。像脱毛就白嘛，是吧？亲在。个老先生亲啊，你亲我亲在里向，说不定我来嘛，外头大门关一关哈。哎呀，送茶，个今朝是要弄点派对出来。领导，来呀，送参汤。那参汤是那个，来先生吃参汤了。那手机上放一放，这个老先生，哪一想嗨呀？上么子？哪一想嗨呀？把那门窗外的。啥的？那冲我眉头嘛？那好了。门外嗨，跟人家嗨啊！苏州人句闲话，家中面孔嗨，定做火锅的，把那门窗外。哎呀，个老先生，你来误会在。那。个苏州人是好，哪里是嗨？哪里们呢？啊嗨呀，个就是啊好的意思喽。哦，苏州人还哈，你都徽州人还嗨。啊哈，就是啊嗨。对个喽。啊嗨，就是啊哈。是个。嗨个。哎呦，你比我嗨得结棍。我看到浑身嗨个噻，再嗨我去要绑开了。是小娃子。这个老先生。哎呀，你是讲啷个天啊？那孙老乡不在一起爽当啊？我做还是做这个的呀，把那个穷途诗人杀得起个的呀，身上杀斗胆。
那么晓得是开店当个老板，就衣裳随下来接话，骗他衣裳扎扎。哎呀，不要去说你，不要去说。那好，我只有带一模样跟随。哎，有两家头一男一女让出相骂。哦，还是夫妻相扶。不是的。那好，一个女的呢，急匆匆啊，搿边弄堂里出来，要到夜台地方参拜黄旗。哦，不到夜吃。汽车买的哦，到这个小女，哎，那么搿面弄堂里一出来个人，急匆匆领子两边火锅莫过嘴，一不离到夜去吃发了上个么子，那么一个发当时女个一上嘛两边火锅莫过嘴打翻他，那位女个吐了男个白，男个吐了女个白，哦弄不清爽，那么我顺道翻手着，为此两边嘴，我来为是吧？那么我闲话讲出来，因为身边嘛动力不大，那么你种人呢白白讲话，搿闲话当。讲一堂的，说出来做实的。那么我就身上一米海青脱下来嘛，总是压头地里压他，被子两面火锅莫过去了，搿上风波平息。哦，是讲。哎，啥个那个真子，啥个斗胆，老板。哎，那么你开店当还有同钱把上当来批批个。有个。那么这样啊，什么就有个不来个要救人心的。哦。啊，领导，来呀，到隔壁电档里向，到邵峰先生去讲一声，弄一件救人心的天马屁海请出来。那么老板，对决定要紧。哎，还有个，领导，来呀，再先弄一点乌龙面这些，一双水牛皮的必须啊。那么再当上马出来。哎，弄一双4面块的面麻。这谁都找黄头了，头上像乌龙皮之针，身上像天马皮黑青，4面块面麻，乌龙皮同学，发得像老套上一个，人有衣装不有军装啊，老板啊。个人啊，靠打扮。对个。那现在叫你说外头打个人进来啊，看见你两家头是不啦？也是像摇儿子啊，也是像摇儿子啊。一样的。出来我的嘴里便宜呀。这王是有道理个，像那个男配置把我们就是上人阿爸这样，上人打样嘛是差不多，一样的。哎，这个老先生。个笋汤啷吃的？哎，来吃。个笋汤。哎，笋汤。哎呀，苦的啦！哎，笋汤嘛是苦的，苦嘛苦的，么子黑的。么子也黑啊？哎，猪的呀？猪个吃是补血了活血的。哎呀，这是每猪个动力，那么吃个多口个么子呢？补身体个，补血了活血的。补血活血啊？哎，根本用不着吃个种么子个呀？你吃啥么子？活血呀？哎。我有啥比方了还？啥个比方？活血呀是。吃酒啊！一吃酒面孔凶凶嘛，还是活血的啦。不对个。吃酒嘛，个面孔红一些就要退脱个咯。我红么再吃到一种不退嘛。哦，这个双身体个。我都忘记脱的。别人讲一下子我要去吃酒个，我忘记脱的，等你再问吧。哎，老先生。凤凰搞个鸡来呀，把喝牛猪的嘴是请不起吃酒。不是个，今朝俺的顺心顺意请来喝酒个，今朝请俺家个。牛猪的嘴是吧？俺家子请的吃原猪的酒是，来。来，刚比喝这个，也吃的叫牛猪的，牛猪的。哎，俺家请的吃牛猪的。哎呀，个领导，来呀！贵州下去，南方这里打扫关键。南方这里当啥规定？领导来呀！到四方这里去贵州。阿吃软骨，狗吃本子啊！老板啊！阿吃牛狗，狗吃盆子，搿么人吃啥么呢？这个老先生啊，数据能讲起来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那么俺的徽就能讲起来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0。而且软骨就是1只软骨，狗吃盆子就是9只盆子喽。我数据讲起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哎，那么你都讲起嘛？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哎，对。阿吃软骨是1只软骨，狗吃盆子9只盆子。对。说到这里该有头了吧？哎，真定。哎，亲哦，数据你拍的吧？亲在。俺的徽就能讲起嘛，唰啦。哦，数据你们亲在，你都徽住你们讲唰啦，像脱毛脚板嘛，是吧？亲在。个老先生亲啊，你请我请得里向15的我来嘛，外头东门关一关哈。哎呀，宋主，个今朝是要弄点派头出来。
领导，来呀！送参汤。那参汤是那个，来先生吃参汤了。那手机上放一放，哎。这个老先生，哎，哪一箱嗨呀？上么子？哪一箱嗨呀？把那门出来的。啥的？那冲我眉头嘛？那好了。门外嗨，跟人家嗨啊！苏州有句闲话，家中面孔嗨，定做火锅的。把那门出来。哎呀，个老先生，你来误会在。那。个苏州人是好，哪里是嗨，哪里们呢？啊嗨呀，个就是啊好的意思喽。哦，苏州人还哈，你都徽州人还嗨。啊哈。就是啊嘿，对个喽，啊嘿，就是啊哈，是个，嗨个。哎呦，你比我嗨得结棍！我看到浑身嗨个噻，再嗨我去要绑开了。是笑话子。你当想到少峰先生去讲一声，我已经9人行的天马比海清出来。那么老板，对家定要紧。哎，嗨个，领导，来呀！这些弄一点乌龙面这些，一双熟牛皮个必须啊。那么再当上没出来。哎，弄一双4面块个面嘛。个谁都找黄豆了，头上像乌龙皮之间，身上像天马比黑青，4面块面嘛，乌龙皮同学，发得人家老套上一个，人有衣装不有军装啊，老板啊。个人啊，靠打扮。对个。那现在叫你是外头打个人进来啊，看见你两高头是不啦？还是像小儿子啊？还是像小儿子啊？一样的。出来我的嘴里便宜啊！个王是有道理个，像那个农配置把我们就是3人阿爸这样，3人搭样嘛是差不多，一样的。哎，这个老先生。个参汤两吃的，来吃。个参汤。哎，参汤。哎呀，苦的啦！参汤嘛是苦的，苦嘛苦的，么子黑的。么子也黑啊？猪的呀？猪个吃是补血了活血的。哎呀，这是每句个动力，那么吃个这么苦个么子呢？补身体个，补血了活血的。补血活血啊？根本用不着吃个。又来了。啥个么戏啊？县大枣是哪叫啊？不叫你谁多什么叫你少讲？个县大枣那个暖肚姑娘配不是阿个，就是阿个长林阿爸。那你的愤怒能配不来啊？不好叫县大枣个。不叫你谁多什么叫你少呢？应该叫老先生个县先生。对。那么老先生来着，老先生、县先生，让大门外头。哦，县长来着。来着。那么领导，来呀！开春门是哪里出现的老先生的？是的，隔壁地道，挨到了落手头上门呀，上门开。东高出现在。王先打到外头一看嘛，谁都在厉害了嘿，介绍店里忙啊，会得散出来的呀。最讲我多再开。可长样个男为是很漂亮，也真相互上的。这个老先生的上流啊，那里徽州人往里嘲讽，那里现在老先生唰啦。你是帮地，你的为啥过的呀？你是来你老板？你耍么子？唰啦。这个老先生，苏州人说起嘛，亲在。狗是出了15周，了饭里12年，11个初岁，还个苏州血统都大些分歧。那么个开店当老板，姓王叫王先王是官，在苏州部门外头就12岁。看这个假头有个小姑娘的12岁。这面孔的标志啊，送来份可见，一当天嘛，部顶部门外头啥顶？上你们来讲我谁都在谁之这个人，哟，最讲我
屋里向有啥样漂亮个姑娘啊？搿是要弄大水的，搿种最高嘛呀！那句话的，回到屋里向，马上就怕用人什么去谁多少，请你吃醉，最说的嘛谁没那酒精啊？那么用人擦屁的去什么，总是那个最高谁多少身上。那么等门外头还得等一等啊，谁多少今年53岁。那么隔壁么地当，还他妈市场房子，那么用人到里向去并了呀。搿老板说还张望给的，往昔往日过徽州人，那用人打到屋里向嘛。冰冻个，说的，谁多少来的？这个老先生，哎呀，你是讲啷个天啊？那孙郎相不在一起上当啊？我做还是做脱个的呀，把那个穷读书人杀得起个的呀，身上杀斗胆。那么晓得是开店当个老板，就衣裳收下来句话，骗他衣裳啥？哎呀，不要去说你，不要去说。那好。我最大一模样跟谁？哎，有两个的一男一女郎出相骂。哦，还是夫妻相慕。不是个。那好。一个女的呢，急匆匆啊，搿边弄堂里出来，要到夜台地方参拜皇帝。哦。背到夜吃汽车买的。哦，到这个小女。哎，那么搿面弄堂里一出来个人，急匆匆拎着两杯火锅没过嘴，要不离到夜去。吃发了，上个么子？那么一个发当时女个一上嘛，两边火锅没火嘴打翻他。那位女个吐了，男个白，男个吐了，女个白，弄不清爽。那么我说侬别受着，为此两边嘴，我来为是吧？那么我闲话讲出来，又没身边嘛动力不大。那么你种人呢，白白讲话。搿闲话当讲一场，说出来作数个。那么我就身上一米海青脱下来嘛，总是压头点的压他。白子两面火锅没过去嘛，搿上风波平息。哦，是讲。哎，啥个那个真正啥个斗胆，老板。哎，那么你开店当个有同钱把上当来批个。有个。怎么这样啊？什么就有个不来个要举人心的。哦。啊，领导，来呀，到隔壁点。不叫你谁多什么叫你少讲？个县大早哪个暖肚姑娘配不是阿个，就是阿个长命阿爸。咁你的愤怒能配不来？啊，不好叫县大早个。可不叫你谁多什么叫你上呢？应该叫老先生个县先生。对。咁么老先生来着，老先生、县先生来让大门外头。哦。县先生来着，来着。那么领导，来呀，开春门是哪里出去是老先生的？晓得，隔壁地道，还到是落手头上门呀，上门开。东高出去在，往西打到外头一看嘛，谁都在里海了海，介绍店里忙啊，会得散出来的呀。最讲我多在个，阿可长样个男为是很漂亮。要进江湖上的，这个老先生的上流啊，那里徽州人往里嘲讽，那里现在老先生唰啦。你是帮第二的为啥过的呀？你是来你老板？你耍我是唰啦。这个老先生。苏州人说起嘛，亲在。苏州人拍的嘛，亲在。俺的徽州人讲起嘛，唰啦。哦，苏州人嘛，亲在，你都徽州人嘛，讲唰啦，像脱麻雀板嘛，是吧？亲在。个老先生，说得人家老套上一个，人要衣装，不要军装啊，老板。个人啊，靠打扮。对个。那现在叫你说外头打个人进来啊，看见你两高头是不啦？还是像摇儿子啊？还是像摇儿子啊？一样的。出来我的嘴里便宜呀！这往事原来的个，像那个男配置把我们就是3人阿爸这样，3人搭样嘛是差不多，一样的。这个老先生，个顺汤两吃的，来吃。个顺汤。顺汤。哎呀，苦的啦！顺汤么是苦的，苦么苦的，么是黑的。么是一黑的。举个呀。举个，吃是补血了活血的。哎呀，这是没举个动力，那么吃个苦个么子呢？补身体的，补血了活血的。补血活血啊！根本用不着吃个种么子的呀。你吃啥么子？活血呀！
我有啥比方了还？啥个比方？我血压是，吃酒，吃酒啊！一吃酒面孔羞凶嘛，还是我觉得啦。不对个，吃酒嘛，个面孔红一些些就要退脱个咯。我红再吃到一种不退嘛。哦，这个双顺体个。我都忘记脱的，本人讲一下子我要去吃醉个，我忘记脱的，等你再问吧。老先生。凤凰搞个鸡来鸭把和牛猪的醉是请不起吃醉。不是个，今朝俺的顺心顺意请来喝酒个，今朝请俺家个。牛猪的醉是吧？我家子请的吃原猪的就是来。来，刚比喝这个烟，狗是出了15岁，了饭的12年，11个初岁，还个手就舌头到大水分皮。那么个开店当老板，姓王叫王氏王是官，在苏州部门外头就12岁，看这个脚头有个小姑娘的12岁，哎呀，这张面孔的标志啊，送来份看见，一当天嘛，部门外头有啥顶？啥你们来讲我谁多在谁知这个能？哦哟，最讲我里向有啥漂亮的姑娘啊？可是要弄大水啊！这种最讲嘛呀，那就好的了。回到屋里向，马上就怕佣人生气，谁多少？请你吃醉，最说的嘛随便就行呀。那么佣人擦屁的去什么？总是那个最讲我谁多少行了。那么大门外头还得等一等啊，谁多少今年53岁。那么隔壁嘛店档，还他妈40王子，那么佣人到里向去并了呀。个老板说还张望给你。往事过挥之你，那佣人打到里向嘛，冰冻个。说的，谁多少来的？又来了。啥个么事啊？啊，县大早是你来叫啊？当亲啊，你请我请在里向说不定我来嘛，外头东门鬼哈。哎呀，宋主，个今朝是要弄点趴头出来。领导，来呀！送参汤。那参汤是那个，来先生吃参汤了。那手机上放一放，这个老先生，哪一想嗨呀？上么子？哪一想嗨呀？把你们啥位的？啥的？你冲我眉头嘛？那好了。门外嗨，跟人家嗨啊！苏州有句闲话，家中面孔黑，定做火锅的，当然门啥位？哎呀，个老先生，你来误会着。那，个苏州人是好，俺里是黑，俺里面呢啊黑呀，个就是啊好的意思咯。哦，苏州人还黑，你都徽州人还黑。啊哈，就是啊黑。对个咯。啊黑就是啊哈。是个。黑个。哎呦，你比我黑得结棍。我看到浑身黑个噻，再黑我去要绑开了。是小娃子。这个老先生。哎呀，你是讲啷个天啊？那孙老乡不在一起爽当啊？我做还是做脱个的呀，把那个穷途诗人杀得起个的呀，身上杀斗胆。那么晓得是开店当老板，就衣裳收下来句话，骗他衣裳啥。哎呀，不要去说。那好，我最大一模样跟随，有2个的一男一女郎出相貌。是夫妻相慕。不是个。那好，一个女的呢，急匆匆啊，搿边弄堂里出来，要到夜台地方参拜王前。不有到夜吃汽车买的。到这个小女。那么搿面弄堂里一出来个人，急匆匆拎着2杯火锅莫过嘴，也不离到夜去。吃发了上个么子？那么一个发当时女个衣裳嘛，2杯火锅莫过嘴打散他。那位女个脱了男个白，男个脱了女个白，弄不清爽。那么我说侬不要说噻，为此2杯嘴，我来为是吧？那么我闲话讲出来，因为身边嘛动力很大。那么你种人呢，白白讲话。搿闲话当讲一场，说出来作数个。那么我就身上一面海青脱下来嘛，总是额头底里压他。
白纸两面后国莫可就搿上风波平息。哦，是讲。啥个那个真子啥个斗打，老板。那么你开店当还有同钱把上当来批批个。有个。那么什么啊？什么就有个不来个要救人心的。领导，来呀，到隔壁电灯乡，到邵峰先生去讲一声，弄一件救人心的天马屁海请出来。那么老板，对决定要紧。还有个，领导，来呀，再去弄一点乌绒棉这些一双水牛皮的必须啊。那么再当上马出来。弄一双4面块的棉麻。这谁都找王队了，对龙像乌绒皮之间，神龙将天马皮黑青，4面块棉麻，乌绒皮同学。